中国的炮口敢有对准台股？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旋风式的访问台湾，台股开盘并无明显的变化。台股日前爆破第二平均线了后，随着日股甲亚洲的股市早起有回稳。台股开盘有小可败超过20点，后来就愈来愈悬。虽然讲有一寡变化，不过并不失控。政治不确定的因素敢真正解读啊？但是有一点还是怕说，不知道中国大陆那边有没有后续的一些的相关的一些措施，包括经济啊，或是文攻武吓，不知道。所以台股今天在雅股当中偏比较弱势，这疑虑还没有消除，整个市场比较偏观望。机票的台积电半暝 ADR 反应正冷静。一开盘到495块稳定军心，连带台积电的概念股，包括联发科、康普、智邦，拢是红的。中型带航运股表现嘛真好，是讲对方禁止台湾超过100间食品厂的产品进口，还阁荷人的烦恼。爱滋味股跌将近2%，台股收伫14700点，估计量能会较低，因为中国要伫台湾的4颗链顶举行军事演习。专家建议讲，目前持股爱分散，无确定因素真侪，无适合大量去投资。这个时期唔通想要富贵险中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